逢入京使岑參，唐代。故園東望路漫漫，相就籠中淚不乾。馬上相逢無紙筆，憑君傳語報平安。白話譯文：東望家鄉，路程又遠又長，熱淚濕相就，還不斷流淌。在馬上與你相遇，無紙筆，請告家人，說我平安無恙。白話譯文二：向東遙望故鄉長安，道路又遠又長，我想念親人嘅淚水淋漓，擦也擦不乾。在馬背上和你匆匆相遇，既沒有紙筆寫家書，只好請你帶一句口信，就說我在外一切平安。注釋：入京使，進京嘅使者。故園，指長安和自己在長安嘅家。故園東望，故鄉。岑參嘅老家在南陽，長安亦有住所，都在東方，故而說東望。漫漫，形容路途十分遙遠。籠中，涕淚淋漓，濕透衫袖。憑，拜託，勞煩，請幫忙。傳語，捎口信，捎書。捎另一讀音，捎。岑參，參，人參也，聲名，參商，即係心聲同雙聲，亦有人讀岑參。參，參加，參考，參觀。想一想，岑參呢首塞外詩，馬上相逢，傳語報平安，讓人刻畫出軍旅嘅寫實及詩人掛念家鄉親人嘅情懷。請為我報平安。簡潔嘅話，顧及親人嘅記掛，滿有溫情。喺聖經中所說嘅平安，唔單止讓人感到安慰，更帶來盼望。耶穌貼身嘅門徒約翰喺約翰福音14章27節咁話：我永恆主留下平安給你們，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，我所賜的，不像世人所賜的。舊約以賽亞書26章第3節，以賽亞先知對民眾宣告咁話：堅心倚賴你永恆主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為他倚靠你。另有使徒保羅喺聖經新譯本羅馬書15章13節提醒信徒咁話：賜盼望的神，那位永恆主，因着你們的信，把一切喜樂平安充滿你們，使你們靠着聖靈的大能，滿有盼望。信心生平安喜樂。朋友、弟兄姊妹，你經歷到永恆主賜嘅平安、應許與盼望嗎？